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夢維養髮家琪姐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頭皮衰老嘅6個級別。你個頭皮咧到咗幾級？一級衰老咧係頭皮超容易出油，朝早洗頭，聽日就油立立，係皮脂腺個分泌太過旺盛。2級嘅衰老咧係頭皮痕、頭屑多，頭屑就好似綠屑咁嘅，代表頭皮代謝失衡。3級嘅衰老咧係頭皮發紅、發炎，健康個頭皮係青白色嘅，一紅就係毛囊發炎。4級嘅衰老咧係頭髮變幼，好容易斷，一梳就斷，一梳就甩，因為毛囊個營養供應不足。5級嘅衰老咧係白頭髮越生越多，由一條變成一大紮。毛乳頭個黑色素咧分泌就會減少。6級個衰老咧頭皮就係鬆弛，頭皮彈性好差，頭皮好硬，同埋咧皺紋好多，成個人望落去咧好似比實質個年紀咧係老幾歲。以上6條，如果中咗2條以上咧，咁你就要快啲嚟搵家琪姐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